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2月12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5篇，以赛亚书第8章第1节到15节，路加福音第5章27节到3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赦免的呼召。礼拜日伫北大教会的信息分享，讲到着这个以赛亚受呼召，以及彼得甲伊的朋友相时受呼召的经文。伫无同款时代受呼召，无同款的背景，无相同的一群人，但是因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因受呼召的时阵，拢讲我是有罪人。因为安尼，伫2月初9的主日信息，牧师用这个罪得赦免做题目来分享。这个被分别做成被医治、被主所接纳的仆人。这个呼召是一个赦免的呼召，是讲当一个人的身份对有罪的人转变成做领受赦罪的恩典的仆人的时阵，伊的生命就已经完全被改变。亲像以赛亚书第8章第1节到15节，上帝对以赛亚所讲的话：毋免惊，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是当咱倚靠伊，就要成做圣洁的子民。以赛亚书的经文安尼讲：上主对我讲，你摕一块大地板，用通用的字写马俄尼、沙拉列、哈苏、巴西。我要用可靠的见证人，就是祭司乌利亚甲亚比利家的囝撒加利亚为我作证。我甲我的负责人女先知同房，伊就怀孕生一个查甫囝。上主甲我讲，甲伊号名叫做马俄尼、沙拉列、哈苏、巴苏，因为囡仔会晓叫阿爸阿母以前，大马士革的财富甲撒玛利亚得到的战利品，拢是互亚述抢去。上主阁对我讲，既然这个子民拒绝西罗亚慢慢流的水，颠倒去巴结利顺王甲比加王，所以你的主要带亚述王甲伊乡猛的大军，亲像幼发拉底河强猛的水冲过河沟，满过河岸，流入犹大，淹到暗内滚，真做泛滥。以马内利，上帝甲阮同在。伊的膝体开，看满规片的土地，列国的人民啊，恁联合结作队，恁会彻底受毁灭。对遥远的所在来，着注意听，做恁避战，恁会彻底受毁灭。做恁避战，恁会彻底受毁灭。做恁去计划，一定拢无成功。做恁去计策，一定袂成功，因为上帝甲阮同在。上主用大气力的手牵我，警告我毋通对这个人民的骹步行。伊讲，这个人民在讲的阴谋，恁毋通缀咧讲；恁在惊的，恁毋免惊，嘛毋免论。恁着尊重我上主万军的统帅最圣，我才是恁所着惊的，所着带的。我会成做圣所，嘛会互以色列的两国跋倒的石，塔崖的大地石，做耶路撒冷子民的活踏甲落网。真侪人会伫迄顶面踏着跋倒受伤，因会互人望着。掠着，相关受呼召的门徒就为称作利未的口税，
当耶稣基督呼召伊的时阵了后，利未就邀请耶稣基督做伙去宴食。这个饭局，互一边伫边仔伫看的法利赛人攻击。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27节到32节记载这段的经过。这个代志以后，耶稣出去，看到一个冒税，名叫做利未，坐伫税关，伊就对伊讲：“来对我。”利未就放了一切起来对伊。利未伫因兜为着耶稣办大宴席，有一大阵冒税以及其他的人甲因做伙坐倒食饭。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甲属伫因的经学教师对耶稣的问答埋怨讲：是安怎恁甲冒税以及罪人做伙啉食？耶稣因讲：健康的无需要医生，破病的才有需要。我来毋是要来钓义人，是要来招罪人悔改。耶稣基督敢需要食大宴席吗？当然无需要。这重点伫后壁，耶稣基督的回答：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来钓罪人，毋是要来钓义人。无论是请人客的利未，或者是一边咧批评攻击耶稣的法利赛人、经学师，拢是需要救恩的罪人。问题是，啥物人会当得到赦罪之恩？当然是遐个回应主的呼召、军队主的人。诗篇115篇，上主啊，阳光只有归乎你，只有归乎你，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愿阳光归乎你。你若要互外邦人讲，你的上帝伫倒位？我的上帝伫天顶啊，拢照伊的旨意伫做代志。因为我相信人的手用银、用金铸造的，因有喙袂讲话，有目睭嘛袂看见，因有耳孔袂听见，有鼻孔嘛袂闻着，因有手袂摕，有骹袂行，因嘛无用脑喉出声。做因的，我靠因的，拢甲因同款。以色列啦，着我靠上主，伊是你的帮站，你的盾牌。阿伦祭司的家啊，着我靠上主，伊是恁的帮站，恁的盾牌。恁敬畏上主的人啊，着我靠上主，伊是恁的帮站，恁的盾牌。上主关心咱，要祝福互咱，要祝福去互以色列的家，要祝福去互阿伦祭司的家。敬畏上主的人，无论大小，伊要祝福互因。愿上主加添恁的人数，加添恁甲恁的子孙。愿创造天地的上主祝福去互恁。天只有属上帝，伊将地祝福世间人。世人未称赞上主，落去永远静谧的所在的人嘛拢未。总是愿要称赞上主。对现在直到永远，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求主互阮会通学习谦卑顺服，并且愿意领受呼召的心志，互阮领受主赦免的呼召，成做忠心的仆人。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